哇，多過260喎，276添啊！頭先260啊，而家276啊，多16分。哇！有2000幾喎，第二局，好耐未試過，依家終於又出現2000幾啊！之前第二關都係有嘅，梗係尖沙咀打到1700咋，1600、1700啊嗰日第二局，打幾都打唔到2000啊！尖沙咀啊，幾惡打！好彈啊！係啊，所以一定唔好撞框，一撞框就唔入噶。係啊嗱，一撞框就碌晒出嚟噶，所以要好準確噶。啊，一嚟佢哋會喐嚟喐去噶。跟住2800，哎呀，2800、2700就好啲，2500就問水啲。即係如果有2800就打到4200嘅，4300嗰啲。而家最後一關睇打到幾多？3800咯。4000係咪問水啊？3800得唔得？keep 住3800。3800，嗰啲係有3800係嘛？哎呀，咁都打到4000幾，啊呢度都打到4000。上啊第4關。哇！第4關追得咁鬼勁，都追到4000。係咯，勁啊！落波快咗啲。係咯，哎呀，2000咁追，係啊，諗住第一次。